书台，这是瓷，对，它声音是跟金属一样，你看。2指巨大瓷瓶上5178个字的《金刚经》庄严呈现。它毛笔字直接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，然后我再把它雕刻出来。一气呵成，失误就前功尽弃。高难度的作品出自业余雕刻师之手，让很多人吃惊。本业是医师的梁成福，从小杯小盘到成套佛教经典，慢慢雕出功力。尤其我们对刀子比较有点亲切感，因为我从事这一行业嘛，医生的行业，对，所以无形就拿起来试试看，试试看我觉得还不错。试试看起了头，干脆做到底。大悲咒、心经、道德经、诗词歌赋无一不全，至少几十万个字。多数人光想就却步，梁成福利用看诊的空档，一字一字慢慢完成。梁成福笑说，即使他不断鼓励，多年来需要花眼力又费时的瓷雕之旅，很少人愿意同行。于是他换个方式，用作品结缘推广，几乎都办赠送的方式给人家拿去收藏。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留在台湾社会。留下美好，也要不断克服困难。眼前这2块断裂的陶板就是挑战，因为它毕竟要超过1300度的高温。虽然我们做失败了，但是我们要继续做下去。100个我是知啦，100客人会喊然后，一定他好。以后是知，不要灰心，喊100我会喊他后，好，下次会更好。对，我们也希望这个样子。说自己不是专业，但其实梁成福已经是用专业雕刻师的心态，在追求进步完美。这位篆刻达人跟大家分享的经验谈是：有了目标去做，而且持续的做，总会成功的。唔好实知，喊100我会喊他后，唔好实知，喊100我会喊他后。